敬師運動委員會喺1995年成立，致力將敬師愛生呢種崇高嘅理念普及化，希望提升教師嘅形象同埋發揚尊師重道、關懷學生嘅精神。為咗表揚一班出色嘅教育工作者，同埋嘉許佢哋培育香港下一代嘅努力，敬師運動委員會今年舉辦向老師致敬2011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。其實尊師重道係我哋中華傳統嘅文化。面對其實咁多嘅環境轉變、咁多嘅壓力，大家真係好俾心機去做，而且做得好出色。呢度我向大家致敬。正所謂咧，就係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。對於香港教師所付出嘅努力同埋承擔，我係衷心表示讚揚。今年全港中學、小學、幼稚園同埋特殊學校參與表揚教師計劃，參與學校共約有600多間，約1200多名老師獲表揚。當中仲有21位係外籍老師，自己覺得好開心啦。咁啊，第一見到咧係好多老師咧被獲得確認啦。希望咧就老師咧能夠係每一日咧，我哋都繼續為我哋嘅年青嘅下一代咧去付出嘅。我個人就好開心見到咁多老師咧係可以攞到獎咯。咁亦都係代表咗咧好多嘅家長、好多嘅學生、好多嘅校長啊，都好讚賞大家嘅工作。我亦都好希望咧，即係有多啲嘅有志於教育嘅年青人啦嚇，繼續加入呢個行業嚇，為我哋嘅下一代努力。得到呢個獎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。作為一個啱啱入職唔係好耐嘅老師，我會繼續努力去關心家長、愛護學生、教導佢哋。頒發典禮最後係一片掌聲中圓滿結束，希望所有得獎嘅老師繼續緊守崗位，為我哋嘅下一代繼續努力。